1872年，中國女學嘅風氣仍未開放，校祖那夏里女士心懷遠見，毅然喺廣州創辦真光學校，招收咗6個女生。辦學嘅初期，時局多變，好在得上帝保守同埋國內外信徒嘅支持。喺1872年至到1917年嘅45年間，喺真光畢業嘅學生一共有3764人，足以證明當時社會對婦女教育嘅需求越嚟越大。1917年，廣州真光中學正式開課，直到1934年，何蔭堂博士接任廣州真光中學校長一職。佢咁講：當我做咗真光中學校長之後，其中一個任務係充實學生嘅來源。經過詳細調查，我就向校董會建議喺香港開設分校，得蒙允准，同埋借出開辦費8000港元。然後我就嚟咗香港。1935年嘅春天，佢租借咗堅道26號為校舍，開辦香港私立真光小學，開辦幼稚園同埋小學課程，聘請咗何玉英女士做校長。學年結束，有4位畢業生，佢哋亦都直接入讀廣州真光中學。1937年，日本侵華。1939年，校址嘅業主將土地賣出，真光被逼要喺2個月裏邊覓地搬遷。啱啱好喺呢個時候，循道會出讓堅道75號舊禮拜堂，真光即時買咗落嚟，興建4層高嘅校舍。1941年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淪陷，學校停辦。校董會委任溫廖永楚女士、林植孫先生同埋施玉琪牧師為學校護產嘅負責人。由於復校無期，曾經有人問過佢哋會唔會變賣校產，但係校董會深信學校終會有復辦嘅一日，於是斷言拒絕。1945年8月，日軍投降。第2年嘅2月，香港真光小學復課，由校友何宗忠擔任校長。1947年，再增辦中學部初中1年級。踏入50年代，中學學生人數激增，堅道嘅校舍不敷應用，需另覓地方擴充。其後，真光獲得政府撥出大坑道50號一幅大約4萬尺嘅土地，師生校友為建設新校舍籌得港幣20萬元。1951年9月，中學部遷入新校舍上課，增辦高中1年級。學校雖然係中文中學，但係亦都注重英文訓練。1953年11月，政府再額外撥出大坑道中學隔離嘅一幅8萬尺土地，作為擴建之用。從50年代去到70年代初期，係大坑真光重要嘅建設時代。經各方努力籌募經費之下，第2小學校舍、運動場、中學部東南座同埋西南座教學大樓、真光堂、噴水池、百靈堂、游泳池先後落成。1972年，中學增設英文部，為學校發展打開咗新局面。1974年，何宗忠校長榮休，中學部主任黃秀清接任。1975年，香港真光中學為着要增添教育設備，使教職員獲得合理待遇，同埋減輕家長對兒女嘅教育負擔3個理由，開始接受政府第1期嘅津貼，至到1978年成為全津學校，從私立學校轉為津貼學校，對真光係一個劃時代嘅轉變。與此同時，小學部引入活動教學法，多次接待師範學院同埋其他小學前嚟觀摩，成為當時好多學校嘅學習對象。1979年2月，黃秀清校長榮休，黃俏玉女士接任校長一職。10年期間，為咗穩定私校轉型至津校帶嚟嘅轉變，佢帶領咗全校師生團結一致，克服各個困難。榮休之前，更加擬定設立雙科部。
1989年，梁燕婷女士就任校長，完成開辦商科同埋語言部嘅工作。1997年，正值真光創校125週年嘅時候，校董會決定拆除1951年落成嘅第一期校舍，改建為2棟7層嘅校舍。至2000年8月工程完成。1998年，香港政府統一學校嘅教學語言，本校獲准繼續使用英語作為授課語言，成為全港114間使用英語授課嘅學校之一。由於教育處唔批准一校兩制，原有嘅中文部逐年遞減，直至全部學生喺2002年畢業先至結束。踏入21世紀，香港教育發展與時並進，全面推行課程同埋新學制改革。2006年，香港真光4部行政獨立，中、小、幼、商各設立校長1人，由關雪明女士擔任總校長一職。真光師生群策群力，喺促進同學嘅品德同埋學習之外，更加跑出課室服務社群。此外，又鼓勵學生開拓視野，佢哋嘅足跡遍及中國、英國、澳洲等地，藉着多元發展同埋體驗，裝備學生成為標準嘅真光女兒，去迎戰新時代嘅來臨。75年嚟，真光嘅人事都有唔少嘅改變，唯獨不變嘅係真光係一所奉主名而創立嘅學校。正如歌羅西書話：我們傳揚他，是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，教導各人，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。何忠忠校長曾經講過：上帝嘅道並唔係只係靠學習聖經故事、背誦經文金句就能夠認識嘅，必須同生活相聯繫，先能夠徹底明白。所以向學生傳揚聖道，一定唔能夠離開佢哋嘅生活，因為聖道就係活着嘅基督，佢嘅言行就係聖潔嘅見證。所以應該經常將上帝嘅道理應用喺學生嘅生活上面，先能夠使佢哋跟從耶穌同死，並從死裏復活，一舉一動都滿有新生嘅樣式。因此，真光教育對學生嘅關懷喺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5育之外，仲特別注重靈育。黃超玉校長曾經講過：從敬畏耶和華而得嘅知識，能夠辨別是非善惡，可以立身處世，係控制自我、駕馭意志嘅知識。如果冇咗屬靈嘅知識，學問再高都係冇用嘅，因為德育嘅標準會因時代同埋地域嘅不同而異。上帝嘅真理卻係放諸四海而皆準嘅。前校監何簡玉恆女士曾勉勵同工喺教學之餘，要多啲了解學生嘅生理、心理、家庭環境等，以解決學生所遭遇嘅困難。真光教育就係秉承基督完全嘅愛，重視人嘅價值同埋人性嘅尊嚴，唔單止要傳授課本嘅知識，更需以聖道為中心，以求人性與靈性平衡發展，喺屬世與屬靈方面同時進步，以達至真善美嘅人生。回首歷史，唔係為咗沉醉昔日光輝，而係要煥發感恩之心。真光從廣州到香港嘅發展，係上帝大能同埋恩典嘅見證。冇上帝激動人心，基督教育就唔能夠扎根中華；冇先哲心懷遠見，真光精神就唔能夠遍澤香港；冇師生委身持守，艱險困難就唔能夠安然度過。校祖拿下李女士曾經教誨學生：人們只經過這條生命路程一次，可以遺下一些玫瑰花給後來者欣賞，也可以遺下荊棘刺痛後來者的腳。你是哪一位呢？各位真光人，讓我哋立足上帝真道，跟住先年嘅足跡，持守創造建設、愛群服務、克己犧牲、力求完善嘅訓示，使真光嘅精神化成馨香之際，造福人群，
榮耀上帝。